祝大家平安。此时，请咱闭万心，三脚来敬拜上帝。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向耶和华唱歌，着向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咱三个来吟诗，信诗第6首，上帝创造天甲地。生成万米逐项下，功劳极大又极宽，一世清好永无煞。请起立来吟信诗第6首。三甲来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。定时过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早地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，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
公道的教会，信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外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三甲来交托启应文，今仔日要交托的是启应文第45。启应文第45是伫个诗篇的后壁1081页显着咱三甲来启应。启应文45，也就是以赛亚的40章。至圣者问：你有啥物人亲像我？有啥物人通甲我比？恁也目看天，啥物人创造遮的星？是上主，伊召集万军，算因的少爷，伊一个一个点因的名，因为伊有大气气力，有大权能，无一个无来。雅各啊，你是安怎怨叹讲？上主无看到我的困境。以色列啊，你是安怎埋怨讲？上帝无关心我的所愿。恁敢毋知上帝是永远的上帝？恁敢毋捌听起伊是全地的创造主？伊袂也嘛袂先，伊的智慧无法度了解。野心的人，伊互因有冤气；软者的人，伊甲因加添气力。少年人拢会野先。勇壮的人嘛会跌倒，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气力。因的亲像因照天时飞悬，因行袂先，走袂夜。请咱压头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真感谢你落下即时的雨水来带咱台湾的旱象，求你赐下搁较济雨水，互南部的旱象会使来解除。阮也是感谢你，伫个台湾欠疫苗的情下，有邻国日本国愿意送疫苗互阮。上主啊，我求你怜悯看顾扶持，互台湾会当度过即个疫情的冲击。上主啊，互阮的人民上下一心，团结一致，控制疫情。阮知影你是早伫咧，现在伫咧，将来啊永远伫咧。阮感谢你，互阮平安经过一礼拜。虽然因为疫情的缘故，阮无办法来到圣殿来敬拜你，但是阮知，阮每一个人的身体就是你的圣殿。阮挺身来照顾家己的身体，互身心灵拢得到发足，来摒扫阮心中的误会，互你的话成做阮活命的美流，勇敢来面对疫情的挑战。阮知。你所下的试炼是要互阮显现你的恩典，阮的信心无摇喘，完全倚靠，阮谦卑信靠你，阮一无挂虑，上靠主常常喜乐，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心把你的话语存下，到了耶和华，眼睛心定天的星星我乐意。你的一切让人眼睛一夜的回光观念，万大的我的天带来归元。我的心把你的话语存下，到了耶和华，眼睛心对天的星星我乐意。你的一切让人眼睛
三个来恭受上帝的话记代志，旧约信息第138篇。信息旧约138篇，和合本是760页，现代本是797页。汉语版是683页。我要专心感谢你，伫遮的上帝的面前，要唱歌学罗你。我要向你的圣殿跪拜，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罗你的名，因为你互你的话做大，赢过所有的名。我求叫的你就应我，鼓舞我，互我的心有快乐。耶和华，世上的君王拢要感谢你，因为因有听见你的嘴所讲的话。第6节，因要唱歌学罗耶和华的行做，因为耶和华的恩光真大。耶和华虽然真悬，也顾看过卑微的人，总是伊对远远发出骄傲的人。我虽然行伫患难中，你要互我活，我会对敌受气，你要伸手来抵挡伊，你的正手也要救我。关于我的事，耶和华要正义，耶和华。你的慈爱永远伫咧，求你无得放杀你的手所做的。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互咱的信息是：阿罗耶和华，请牧师。听下这平安，听咱同齐阿爸的祈祷。听阮阿爸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永远会当活伫这个世间来敬拜你。伫普通时做礼拜的时，阮伫阮家己的厝，甲阮家庭内面的人，阮所听的，阮的父母、阮的囝儿，有的就是不比，有的无。亲像普通时做礼拜的时，嘛是共款。总是当阮会当伫咧面头前，用录影的方式，用线上的方式，甲其他的兄弟同齐伫咧面头前来礼拜。这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，这是你的应允。这是你的恩主，阮伫你的面头前来敬拜，毋是因为阮介老，是因为阮知影阮无老，嘛无道业，若是无你就无阮。因为安尼，所以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要听你的话语，要知影你的旨意，嘛要活出你的旨意。求你欢喜接纳阮伫你面头前的敬拜，嘛甲你的话透过声音，透过录影的方式，放伫阮的心肝内，放伫阮的信仰内面，互阮有快乐。互阮毋但是伫你的面头前来感谢，嘛伫阮的厝内面来感谢。互阮的我是真正的我，毋但是肉体的我，是神性的我。阮同心安尼祈祷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4个礼拜，袂当去圣殿，去咱的教会，伫礼拜堂来敬拜上帝。你的感受是啥物？自由自在吗？也是，若是会当出去，伫圣殿、伫礼拜堂、伫家己的教会来敬拜，毋知影有偌好咧。久久无看见的兄弟，你敢会想？敢有伫祈祷的中间来彼此来祷？敢有用电话来互相请安，嘛保家己的平安？这是一个关系，一个你甲我，咱是一家人，是安尼的关系。你甲我过去逐礼拜。1年、2年、3年、20年、30年，同齐礼拜是一个关系。若是伫这个过程，咱无安尼的关系，直到今仔日，咱就是看录影来礼拜，安尼的礼拜。是毋是真做一个形式？就是因为爱做礼拜，这是应该做的，所以我安尼做。毋过袂记哩，嘛无掠着，上帝爱咱伫伊的面头前手安孝敬，真正意义。上帝的心是啥物？上帝爱咱手安孝敬，是爱咱知影。伊是咱的上帝，伊是创造这个世间，互咱生命的上帝。对伊孝顺的事，是所有的代志拢完全，所以孝顺。伊嘛爱咱知影，所有的代志会当伫伊的面头前来完全，咱嘛会当孝顺来交托，嘛爱甲厝内面的人，也阁愿意甲咱斗阵的人。带到上帝面头前，来享受这个爱孝，来享受这个上帝拢总的完全。这个关系，毋若是我甲上帝的关系尔，是我甲其他的人的关系。这个其他的人是上帝所组织的。今仔日你甲我会当伫同一间教会。同齐来敬拜，不是偶然的。你想讲，迄是我会选择，是总是伫生活家的角度来看，一个人的选择，其实是上帝先把伊的旨意放伫你的心肝头，伊先把你呼掉，你才有法度回应。所以你的选择，其实是对上帝呼调的回应。今仔日咱会当同齐伫一间教会来敬拜上帝，这是上帝先把这个呼调放伫咱的心肝头，咱会诚做一个回应。既然回应伫这个所在，伫这个教会，伫这个圣殿来敬拜，安尼其他的人甲我的关系佫是啥物？若是只有我甲上帝的关系，无其他的人甲我应该有关系。安尼是安怎上帝要呼召你、呼召我、呼召其他的兄弟同齐伫这个所在？今日用安尼来做开始、提醒，嘛真做要进入今仔日的主题——无路摇花。诗篇138篇是大卫的诗。伫起头主题，咱看到圣经内面写这是感恩的祈祷，感恩的祈祷。一个人什么是学路？咱个学路是啥物意思？赞美。
得鼓励，互人有快乐，互人的心欢喜。咱每一个人拢毋望会当得到别人呵护，因为安尼会当看我家己是真做有诶。当代表保罗耶和华的时，是甲上帝是有诶这件代志表达出来。上帝是创造这个世间的上帝，上帝是互我生命的上帝，上帝是掌管、管理、有权柄的上帝，上帝是救我的上帝，上帝是收拾我所有一切，所以上帝是有的上帝。我对上帝有用我的嘴来讲出来。我承认我是无的，上帝是有的，所以我用我的嘴出声来肯定，嘛来感谢。因为我知影我无上帝遐有，上帝伊爱甲伊的有，互我加做我嘛有，所以我就感谢。感恩的祈祷真做是安尼，为着啥物代志来感恩呢？为着我得到，代表得到啥物咧？这首诗互咱看见代表，伊伫困苦的中间，互对着欺负的时，战争的时候，伫性命受到危险的时，伊求救上帝，伊甲上帝讲：我需要你。我伫困苦中呼求你，你就应允我，你就听我的声，你互我伫对敌的面头前会当赢。所以今仔日我会当来到圣殿的面头前，大声用我的嘴来肯定、来感谢、来学乐、来讲，耶和华上帝是互我有的迄个上帝。本来我的命是伫危险的中间，即马伫危险的中间，我出来了，我有了，我有这个命了。毋若有这个命，伫相杀的中间，我赢的时阵，对着就是输，伊就是失去了，是我得到，我得到这个命，直到今仔日，对着知影，我是安怎赢，是因为我比伊较强。对着来讲，是我比伊较强，总是我知影，毋是我较强，所以我赢伊，是因为我求救耶和华上帝，耶和华上帝互我会当赢，所以我敢爱甲别人讲，我是靠耶和华上帝的快乐，靠耶和华上帝的应允，靠耶和华上帝听我的声，听我的祈求，听我的呼求来。互我赢，互我过，就是我无用嘴来讲。当我赢的时，当我过去到即马，大家拢知影我是耶和华所选的迄个君王，我是耶和华上帝的人的时，伊嘛知影我的困难是对伊而来，所以对着就会知影。耶和华上帝的名声，耶和华上帝是互人赢的上帝，是互人得到生命的上帝，是听人祈祷的上帝。代表用伊伫困苦中间想要活的心情，嘛得到上帝应允，互伊活，互伊赢，迄个感谢，伊毋是放伫心肝头内面尔。伊甲放伫人的面头前，伊用啥物来放伫人的面头前咧？伊用伊去圣殿，就是回报，伫遐来跪拜，伊跪落来，伊拜，完全伫上帝面头前，显出我啥物拢无。
我的上帝。伊用安尼行动来，互人知影，一个君王有一个比伊搁较强的，互伊跪落来的迄个。这是伊用行动来，互人知，嘛互伊的百姓知，互别人知。说落来，伊家己的祈祷，家己的感谢，用伊的嘴、唱歌讲出来。我要专心感谢你，伫遮的上帝面头前要唱歌阿罗你。我要你的圣殿来跪拜，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阿罗你的名。因为你互你的名做大，赢过所有别人捌听过遐的行为。这是代表伊甲上帝的关系，伊甲其他的人的关系。这个其他的人有分两种，一种就是伊的百姓，上帝交代伊，互伊管理，互伊保护的百姓。另外一群就是甲伊诚做对敌，其他的国家、其他的人，咱对旧约的时代来看，遐个就是无敬拜上帝的人。所以伊的行为、伊的唱歌、伊所讲出来的，是互两种人来看见耶和华上帝。一种就是上帝百姓。另外一种就是毋捌上帝，毋是上帝的百姓。所以对遮，咱看见一个祈祷，一个感谢，一个行动，一个敬拜，一个礼拜，这是我甲上帝的关系，甲我甲其他人的关系。代表正对一个做好的礼，嘛是做好的模范，用一个君王。高高在上，唯独天下。伊的国家就是伊的天下，伊的江山，伊的拢总所有的，总是遮的，毋是伊家己本来就有的，是上帝予伊的。伊是透过安尼一摆搁一摆，性命交关的时，伊呼求，伊祈祷，伊交托，伊毋望上帝会赢。互伊活，毋若活就该赢，是安尼经过。所以当伊活咧搁赢的时，伊来到上帝面头前，互世间所有的人，不管是上帝的人，也是毋捌上帝的人，拢会当知影耶和华上帝的名，耶和华上帝是救伊的上帝。代表无讲这个世间无其他的上帝，毋是。伊讲我伫所有的上帝面头前来感谢、唱歌、阿罗你。这个你就是救我的你，你才是我的上帝。这个世间有最多的上帝，其他毋捌你的，毋是你的百姓的，因嘛有因家己的上帝。总是我要唱歌阿罗对一个，是迄个救我的这个。救我的耶和华，才是我的上帝。感谢阿罗，这是真侪伫原文内面有几个意思。直，头直，打。不是丢掉，是一个目标，你要处定的迄个目标，来用你的气力，用你手头有的迄个名，对伊弹出去，会当互迄个目标真做我爱的。射箭嘛是安尼意思。箭在我的手中，它成了一个力量，用尽我的心力，
注目在我要夺取的目标，射出去之后，赢得这个我要的目标。承认我这边是没有的，我要得到我看到的那一个。射，投掷，承认，承认什么？承认什么？承认我才是无的，承认我爱的，无嘛，真做一个软弱的，限定一个。唔知影，我即马若无迄个，我要安怎会健康，会处境？咱讲这是真做承认，我伫罪恶的内面，伫软弱的过程，伫困苦的中间，我想要有另外一个会当脱出来，我要得到真救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感谢、感恩。我得到的时阵，我会欢喜。我对心肝头内面的迄个感谢。所以这个字伫原文内面，真做一个连续的动作，这个意思。真做我看到一个目标，我要赢。我用我手头所有的困难，对迄个目标去甲处掉。当我摕到的时阵，我的心规个欢喜起来，我的嘴开嘴讲啊，我得到，这真做感谢，真做懊恼。好佳在，好佳在，我有看到这个目标，好佳在，我用我的困难会当得到这个我爱。好佳在，这个目标是我得到的，是吧？这是真做一个人有一个目标要得到的时阵，一个过程。因为安尼，才互代表咱看见伊要得到的是啥物咧？这首诗，咱看见伊要得到，伊的目标就是我伫困苦的中间，我伫对着的面头前，我想要我想要赢，我的手头无困难，安尼我要对答来有。这个困难咧，我要摇晃我的上帝遐来得到这个困难，求上帝，互我会当赢。得到我得到的时阵，我讲啊，好佳在我有上帝，好佳在我会当祈祷，好佳在上帝有应允，好佳在上帝知影我是无的，好佳在上帝赏赐互我。我的心欢喜啊！是安尼过程，真做一个懊恼，真做一个感恩。若是心安尼感受，尔伊嘛对嘴来讲出来，所以这个嘴出声，真做懊恼。所以当咱咧讲懊恼是啥物？懊恼是啥物？懊恼对象是啥物人？当咱想要得到别人懊恼的时阵，若是用安尼的过程来看。咱敢真正达得别人的懊恼咱？若是无，是安怎？别人无懊恼咱的时阵，咱的心会感受到失落感。毋若失落，佫会想讲是安怎？你无甲我懊恼。若是今仔日上帝甲代志中间的关系，真做是安尼关系的时阵，上帝。若是无听见代志的懊恼，伊就无出手，叫伊嘛无要回应。若是安尼，伊敢会是上帝？敢会是代表嘴内面所要感谢迄个上帝？也我。咱讲懊恼有个 W， 什么是有个 W？ Who？啥？懊恼的对象是啥？坏，我为什么要懊恼？好，我要安怎做？会，
直达混点时。行圣行者8者，咱就看见这有个 W， 对象是啥物人？救伊的上帝，听伊祈祷的上帝，创造伊、留伊生命的上帝，互伊搁活的上帝，选择伊最君王的上帝，互伊会当徛伫上帝面头前的迄个上帝，互伊赢过世间，互伊有荣华富贵，总是嘛有拄着困苦，来拯救迄个上帝。这个是代表乌鲁的对象。为什么？因为伊创造，互伊生命；因为伊听伊的祈祷；因为伊叫伊脱离对敌的手；因为伊互伊溃烂，会当杀赢才会对敌；因为伊守顺伊性命，保守伊的性命，搁留伊的性命。这是代表乌鲁的原因。好。要安怎来学路？用规范，用虔诚，用伊拢总看家己真做无卑微的迄个行为，佮用声，用伊的嘴，用上帝所手术互伊的，会当出声，会当表达的，来表达伊的心的感受。伊的心的感受，用会当听见的声，会当互人看见的行为来学路。会直达，代表直达学路伊的上帝，伊毋是伫房间内面，嘛毋是伫战场上面，伊毋是伫伊赢的所在。伊是伫上帝的所在来学路伊，圣殿会幕是真做上帝讲我伫遮的所在，所以代表是去上帝伫遐的所在，伫遐来学路。上帝伫的所在，上帝伫的所在，对代表迄个时来讲。是伫圣殿，就是会幕，放约柜的所在。迄是过去上帝引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，伫旷野一直到迦南地，拢做上帝保守看见的上帝伫教案伫地纪念的迄个所在。困点时，是伫困境的中间，代表甲人咧相待时，伫困境的中间，伊的求救其实就是一个乌路，因为伊承认我即马需要耶和华上帝，这个真做一个乌路，因为我肯定，我要这个目标，我要对我的无。对你遐来得着阮，伫苦难的时，伫个性命伫要无的时，嘛是伫伊太赢转来，伊感受着伊的呼求，伊的祈祷，上帝听的时，是伊的心快活的时。是个心感动的时，就是伊知影伊我的，伊知影伊赢了，是这个时。对遮，咱来看一首感恩的祈祷的诗，互咱看见我的对象，我的学路感谢的对象是我承认。救我脱离困苦、困境，互我得到我想要爱的迄个
我的耶和华上帝。这个是我甲上帝的关系。我要伫答来学罗伊，伫我祈祷的时，伫我得到的时，伫我一个人的时吗？不是，也是伫别人会当知影的时。伫祈祷的时，伫得到的时，伫感恩的时，伫每一天家己已经活咧的时，知影我要活来的时，这个是咱的时。伫对一个所在，伫有的时，上帝伫遐个所在是回报。若是用安尼个所在来看，咱讲上帝伫倒落，伫教会内面，伫圣殿内面。总是咱拢知影，毋是啊！上帝毋若是伫遐，上帝嘛伫我的厝，嘛伫恁兜，嘛伫街路。上帝伫伊想要伫遐的所在。咱讲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当我们把教会礼拜堂当成唯一敬拜上帝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小看了我们的上帝。当我们认为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能够赞美他、敬拜他、礼拜的时候，我们也缩限了上帝本来要我们看见的真正的礼拜。现在疫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知道，我们透过影像，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家，原来上帝在影像里面，也在我的家。圣殿变成了会幕，变成了扩大到从西福教会的礼拜堂的影像里面，到了我的家庭，到了你的家庭，到了他的家庭。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没有边界的礼拜堂的圣殿，我们在敬拜着。我们的对象，我们很清楚知道，咱知影咱学路的敬拜是啥物人，咱也知影咱是安怎要来敬拜伊，是因为我感谢伊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的生命，所以我敬拜，我学路。我嘛知我的性命是对伊而来的。我们用啥物来感谢咧？用我的厝出声唱歌来学路，出声祈祷来学路，出这个声。伫礼拜中间，毋是拢总毋免出声，咱拢知影。会当讲话的人。会当用听会见的声，当遐袂当讲话的人，应用听语，他们用手语，那个声音也是一个声音，那不是一个耳朵听得到的。纵使他们用手来表达他们的声音，用声，用上帝所赏赐予你的声，予咱的声。每一天，当咱剃开咱的目睭，感受到确实我要活的，没有症状，没有快筛，没有确诊的状态之下，甚至于已经确诊的情况，当你张开眼睛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还活着的那一刹那，就是你可以去赞美、肯定上帝让我拥有了我想要拥有的活命，就是你应该要感谢的时候，应该要赞美上帝的时候。在这个困境的中间，咱敢有真正学路拯救我的耶和华上帝？伫耶和华上帝伊殿的迄个所在，耶和华上帝甲你伫地，甲我伫地，伫你行过的所在，你还未行到遐，上帝就已经伫遐；你行到遐，上帝伫遐。行的过程，上帝伫你的边仔，是安尼一路一路、一天一天安尼伫经过。咱敢为着安尼，逐天来感谢学路我的上帝。当我咧讲我感谢上帝拯救我，互我有搁一
时阵，你敢有想到每一天拢是真做你的礼拜？每一天你拢会当学习你的上帝，每一天你甲你的上帝的关系拢无断过。上帝互你的拢总会啊，毋是因为你学了伊才互你，是因为伊先互你啊，你才有法度学了。其实讲学了，不如讲是好求。当代你用上尾一个经节，上尾一句话，伊讲：关系外事，耶和华要先要正伊。耶和华啊，你的主爱永远伫地，求你无得放散你的手所做。伊的感恩对耶和华上帝，想事我咧，互我赢，一直到上尾一句，竟然是求你毋通放散你的手所创造的我。这个才是目标啊！其实你讲代表你学了上帝吗？你伫肯定伊吗？你伫感谢伊吗？其实伊是伫求上帝，互伊要爱的迄个。学了的对象只有一个，特别互人学了的嘛是只有一个，就是咱所认捌的耶和华上帝。人对人中间的学了，无应该真做是学了，咱嘛无应该想要去得到别人的学了，咱嘛无应该把咱的人生放伫这个目标，因为这个无应该是咱活的目标。上帝毋是用安尼互咱活的，上帝互咱性命是为着要互咱看见咱甲伊的关系，嘛互人甲人中间来传讲出声，讲我甲上帝的关系。同齐学了，同齐求，对迄个互我性命的耶和华上帝。学了耶和华是咱活的唯一的目标，因为若是无耶和华上帝，咱就无命。咱若甲咱的命放伫别人的手头，你想是伊互你性命吗？是伊互你另外一个机会吗？当你无的时，你就求伊吗？你毋是定定对人遐得到的是失望吗？是安怎你搁对你的愿望来怨人咧？亲爱兄弟，代表互咱一个做好的模范。人活咧，人要有一个目标，只有一个。所有一切真做耶和华上帝所想事的，我对这来求上帝，我承认我无，我困苦，我需要你。若是伫上帝面头前来求，我嘛互别人知影，我对上帝遐所求的，我已经得到。这个过程，规个过程真做无路遥远。伫这个疫情的过程中间，咱的目标是疫苗吗？咱的目标是甲病毒消灭吗？也是其实咱真正的目标只有一个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我就是要活落来，我就是要安全，我就是要健康，其他我拢无，就是安尼尔。毋是安尼吗？就是安尼啊，咱所爱的就是安尼尔。总是咱甲这个目标、这个愿望放伫人的心上，咱拢无想着创造性命是耶和华上帝，是咱逐工，咱每一个礼拜敬拜迄个上帝。咱应该愿意来求讨，求伊赏赐咱继续活伫这个世间的活命，不管用什么方式。耶
赢过这个过程。若是你的目标唔对，你学路对象唔对，你的目标唔对，你所得到就失望，你所得到的就无平安，你所得到的就无法度跪拜伫你的上帝面头前，用你的声出声来讲这一切。这个声，你若用这个声来埋怨，用这个声来生气，用这个声来骂人，用这个声来互相指责，这个不是上帝想所咱有声的目标。上帝的声，上帝的行动是互这个世间成做一个爱电路。总是魔鬼伊的目标毋是安尼，魔鬼的目标就是爱电路园内面爱有我罪的存在，爱互你甲上帝的关系无去，互你无法度有平安，互你无法度有永远的性命。不管咱所面对的是疫情，也是其他的，当你无欲望的事，当你袂记你甲上帝关系的事，其实就是无亡命的事。所以咱所要看的这个过程，咱无法度伫上帝面头前，伫上帝所伫地迄个所在来求讨来懊恼的事，迄个才是咱真正爱看见的。我有可能失去我的性命，因为迄个魔鬼伊的目的、伊的目标就正路。总是伫代面来讲，我的代志，耶和华上帝会甲我成，因为对头到尾，我拢是耶和华上帝。上帝互我代面成做一个人，成做一个王，成做当伫对着面头前开赢的迄个。所以我求上帝，你唔通袂记得我是你的啊，因为我承认我是你的，求你互我继续照你本来的旨意活咧，互我享受伫你的旨意内面。嘛，毋是代你求的时才有迄个性命，是上帝已经把这个性命互代你啦，代你才有这个机会来甲上帝求。一个人要开嘴，伊要有性命，才有法度开嘴。拢总爱有上帝先互你，你才有通会当做啥物？毋是你做了啥物，上帝才互你。毋是啊，顺序要对。我们要记得，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上帝先，我在后。我如果跟错了，就没了。我如果跟错了，就没了。代表伊的感谢，伊的懊恼，伊的唱歌，伊的敬拜，真做伊的人生。就是伊伫犯罪的时，伊拢知影上帝伊的呼召是啥物。上帝对代表的呼召是：我是你的上帝，你袂当得罪我。你即马犯罪啊，我派先知去甲你警告，甲你提醒，你有看见你犯罪无？有，你悔改，我永远要保守你，我本来有你的性命。上帝对代表所有的行为，拢总是为着要回应，对头到尾。代表伊用伊的一生来成做一个我的见证。我知影，上帝是我的上帝，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，上帝伊的主爱，伊的信心，伊的应允，拢总无改变过。上帝互我性命，是因为伊的主爱。上帝的信息，伊的应允，正做伊本来的旨意，就是要互我有伫这个世界。所以代表伊一改讲一改，咱看见代表的一生，
毋是咱所想象的迄个，食做一个用了就永远，毋若是荣华富贵，是爱啥物拢有啥物，毋是安尼。特别的一生，咱看见伊做的过程，伫诗篇内面，咱看见伊足多的祈祷，拢是拄着苦难，拄着困境，看见家己无，强强要死。伊的一生是安尼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伊才会当搁较明白，耶和华上帝，伊本来的旨意是遐尼宝贵。耶和华上帝正我的代志，因为我是伊所创造，我是伊所拣选。所以当上帝呼调代表来对这件代志出声，代表伊就回应。伊的回应毋是关伫房间内面，伊是伫上帝伫的所在，是伫互众人拢会当看到的所在，用伊尊贵的王的身体跪下来匍匐敬拜，在他称为他的上帝的那一位的面前。今仔日，咱每一个真做讲我是上帝的囝儿，我是基督徒的，咱敢会当亲像代表安尼？我若真做我是我家己的王的时，我是一个家庭一家之主的时，我敢有法度伫人的面头前来跪落来，来拜我的上帝，互我边仔的人拢看见，其实我啥物拢无，若是无上帝，我就无咯。代表是一个王，伊拢做甲安尼，咱呢，咱敢有法度做甲安尼？上帝敢爱咱做甲安尼？上帝伫倒落，咱就伫倒落。有上帝就会有咱。总是咱的目标爱对，咱的声出来嘛是爱健康。目标对，声健康，迄才是水的学路。恳求、呼叫、祈祷，拢总正做就一个，就是我要互人知影。我甲上帝的关系，互其他甲上帝无关系的人嘛，会当因为安尼，正做甲上帝有关系的人。这礼拜，牧师互大家行动方案3个。反正伫这个疫情的中间，你敢有学过上帝？但是只有埋怨，只有惊惊。这个学路是真做求讨，看见我的路，我对上帝也来求讨。反正伫疫情的中间，我有学过上帝。这是伫家庭内面来分享，伫这个信仰高关的时，唔知影。我会得到这个病，唔知影我的性命无去这个过程，我敢会当学老上帝。我能够在现在生命未知的状态之下，在我的家人面前来向我的上帝呼求，必须这么做。第三个。甲你应该爱学老上帝的代志写落来，毋拿写落来，代表伊是甲写落来，要出声讲出来，完成它，在别人的面前完成它，不只是在礼拜的时候完成它，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完成它，在你活着的每一天完成它，在有人的地方完成它。当你在与你的家人分享，当你带着你的家人一起祷告的时候，那也就是赞美你的上帝，赞美你所承认透过耶稣基督救赎你的耶和华上帝。
坐案头来祈祷。我代表称做上帝的耶和华上帝，嘛互我称做我的上帝的耶和华上帝。我伫你的面头前，要来学罗你，要来向你求好，要出声，因为阮知有你才有阮，因为阮知阮的性命是对你所相属，因为阮知若是无你，阮就啥物拢无。恳求圣神不时的提醒阮，耶稣基督救赎，就是上帝，我的阿爸的上帝的旨意，嘛是对大地的旨意，嘛是对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时带因出埃及的旨意。入去迦南地，真做是一个好的所在，好的好运，好的享受。以色列人因的经验，互咱看见，当因的目标毋对的时，伊就啥物拢无。主啊，当阮伫你的面头前来信约，阮要跟缀你，阮要成做你的囝儿，阮相信，嘛要倚靠，阮嘛感谢。透过圣神提醒阮，对无到有；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阮嘛是对无到有。透过你的旨意、你的慈悲、你的慈爱、你的信心，阮嘛是真做对无到有。阮要学乐，要感谢，因为这拢总是真做你的旨意。你用你的旨意，用你的正手来保护阮，完成你家己的旨意。阮用阮的心的感受，用阮的嘴，用阮的声来回应，是你是我的上帝。主啊，恳求你，阮嘛要亲像大卫安尼讲，求你毋通放散，毋通忘记你所创造的阮，互阮会当知影，甲阮所有关系的代志，你拢会知，照你的旨意来行，互阮看见阮亲像一尾虫，遐尼微微，总是伫你的眼中。因为有你的一口气，有你的神伫阮的内面，你看做是保护，你甲阮放伫你的手头，保护、保守、疼阮。过去阮定定袂记得，爱学乐的对象是你。过去阮甲阮的目睭、目标放伫别人的心中。对即马开始，恳求主啊，阮的阿爸的上帝，耶和华上帝，求你定定伫我的头前，互我会当用我的目睭来看你，因为我定定会用我的目睭去看别个所在，恳求你定定伫我的头前。永远伫我的头前，互我目睭会当看见的真理。阮安尼求叫，学乐信奉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回应信息第7首，行伫山林小路，吟诗学乐，溪水轻轻流，通叹清声歌。
行伫山林小路，用心领受，请咱进入来念信息第7首。山林小路，你是学路，溪水天天流，看看天声好。行伫山林小路，用心领受，自己表创造，好歹自由。行伫山林小路，感谢唱歌，花日世界看，好听当作伴。行伫山林小路，自身观看，自己了创造，遍地充满。行伫山林小路，心头天上，这飞啊飞，凉风微微吹。行伫山林小路，清清体会，自己了创造，万人所追。行伫山林小路，正正地道，青草不生意，秋叶发新地。行伫山林小路，专心仰慕，自己了创造，万物尊重。下面我要来报告。这礼拜的报告事项拢甲顶礼拜同款，所以我就无要一条一条来读。其中我要甲兄姐来强调，就是到6月14日为止，兄弟也是尽量避免出外，好好来保护自己。兄姐若有奉献的经验，请向我也是名誉长老来讲迄个奉献的项目甲迄个经验。这礼拜的奉献，咱看来伫个第3项的迄个奉献，建堂奉献有黄玉兰2000，这是拍唔对的吼。后礼拜牧师会来更正。咱来看圣工的事项，圣工的事项讲到后礼拜嘛是林义文牧师，书会是江长老，司琴是刘老师。咱来看这礼拜的金句，这礼拜的金句，要往你的圣殿跪拜，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了你的名，因为你予你的会最大，赢过你所有的名。诗篇138篇第2节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过于你所应许的。诗篇138篇2节。下面请牧师讲道。咱同齐来进行讲道。
罗的耶和华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你听到你的囝儿、你的百姓所有的求救，因的祈祷，因的求讨，因伫你面头前，是面对无够有的过程。今仔日，毋是真做互你号召来做无私的人，才会当祈祷。今仔日，你的女病，甲这拢总所有求讨乌落的声，带到你的面头前，恳求你来听，因为这是正兄姐对你的乌落，恳求你来接纳。阮安尼乌落，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来听上言的信息第393首。乌罗全能稳定主宰，万族称呼，感谢跪拜，白镜圣神，公义仁爱，尊严上赞，直到万代。主宰，万族称呼，感谢跪拜，白镜信心，公义仁爱，尊严上赞，直到万代。愿天父上帝会听从，耶稣基督会救赎，圣神不时会提醒甲你伫地，对，互你性命的事，一直到永远。阿门。